听没声吧？这你。咔哧一声开始了，可是没有倒计时，带来听着紫外线消失，点个 APP。嘿，哥们姐妹们，大家都来拍一个，我们都是生活导演。你在北京，我在西藏，他在上海，不同角落，不同主题，不同风格，不同色彩。关于旅行，关于爱情，关于感动，关于皮克，你说了算。第3期拍一个你的故事，你来拍。拿起你的手机，举起你的 DV， 我的设备很屌丝，但是想法很牛。我的制作不专业，可是内容很范儿。咔嚓，我的天天做个影片，推出电影密度，荧幕进不停，我的垃圾电影看看出拉不靠把那个 APP 的开之前，嘿。不输的，错不错不错，俺做演不赢的，俺做唱不错为哪个chấp执日代，撒手看电影的开情马里，撒钱满洲，囊腿满洲，做那满洲，看到满洲，有火火，自动火火，死火火，看他们的，让眼不开的，今年都能 take it on， 让个的吧。呀，不得同前马队，不给那个拉过卡巴的呀读书，让了预备年不出国的呀读书，开情马里，出国要过西拉面的开情马里，一年那个三路的那不。可见光白平衡，色色让我不懂，大灯写关键针，对拉摇也不太熟。可是我的想法很牛，讲的故事很靠谱，不妨你也试试。耶哟，你的故事你来拍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梦。no 走 no die，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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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no die。咔嚓把的给对，也不上的过的天天做起，看了看个迷藏梦俺也得起，也把这的也是对起，也是那月表中的天天写起，咱们的样子朝为研究，比比起迷藏那心不起起，也不上的过的天天做起，幼儿生的本书的，得瑟的本书的。听说有个比赛，谁都可以参加。什么比赛？什么比赛？第3期拍个微视频，带着 no 走 no die，试试 no 走 no die。